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福氣來嚟》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今日節目當中呢 ，Rita 邀請大家來談青島好歌曲，來談青島動感童音嘅故事。今日來到節目當中係個創作歌手，可能你哋青島發通，看佢唱歌，啲苗片，看佢拿嚟樂器彈唱，可能參加過嘅奧桿等等，先幫大家看，佢冇前面本大家先看到嗬，到底佢嘅馬莎呢來彈佢最新專輯歌曲嘅 MV， 呢是啲馬莎來到節目當中哦，你來看 MV 哦。苗片粒粒轉，太陽粒粒轉，苗公唱起落，東方又起落，西方也起落。思鄉歷歷轉，地球太極樂。來到節目當中，嘅台來賓係創作歌手陳榮濤阿濤哥，細細嚟歡迎阿濤哥，阿濤哥你好。Rita 好，大家好，我來到福氣來咧，感覺有福氣。哇，希望阿濤哥，阿濤哥，今日你談到咧劇樂嗬，是係你最新嘅專輯劇樂，同時咧同名嘅歌曲劇樂，今日你談到未看到時間當有經歷嗰種。天陽地都嘅憧憬，睇你嘅腳步，我去到呢做得有起有落咧。呢新嘅呢條歌其實老都歌背咧，青木健先生有關係，因為佢送嚟佢按到吳英杰三弦嘅樂琴，一般樂琴是兩條弦嘅，但佢有拿來。設計加一條線落去，梗係幾自家做嘅嗬。佢為彰顯為改呢啲樂器呢啲，出聲為出聲嘅東西，佢全部曉得搞。很強嗬。按圖好去送嚟個佢很多三線嘅琴，按命嚟是看學問是走出來。真係出感情是本身起落咧。是起落。所以你家看呢 MV， 一開頭是談到咧樂琴嘅聲，佢以為教人呢，你自己彈嘅時間是心肝都會睇你按丟一下。佢琴也係我提白老青木健先生嘅一種係情感嘅交流嘅東西。雖然熟識嘅時間又很慢，差唔多20年前人開始熟識，我開始做音樂，開始讓熟識佢，不過見到我家公係老高親，我家公差唔多也中老年紀係會參加山歌比賽，我家公我兩時青木健先生還係寫下歌嗬，佢從佢16、17歲就上台。老人愛獻，佢主動山歌比賽，佢係琴師，不管你唱乜嘅音，佢一下是到位，他全音感。所以嗰東西是讓你感觸是安有緣分，讓家公安有緣分。你是2年前你2、3緣分是欠佢啦。嗰東西叫為安好送你咯。安有緣咯。起考，我家公係獻全部佢獎咩？我家公冇出嚟，係佢
加工就留一只喇叭弦不啊？喇叭弦。喇叭弦吼，還有擺拄到青木金先生，cái喇叭弦吼，唔係有嘛問題，搶伊去命哈，佢命去，喲，你罵嗌惡的嘛，罵是那個，認出來啊，認得出，因為佢設架手動橋，啊，基本攞東西或記東西，木珠看唔到，但係心肝感覺到靈敏，係心肝靈靈。哎呦，心肝靈敏哦，所以佢水口三角出來吼，都有情感，所以是那種專輯吼，有感情的吼。你睇落第一首是用了青木镜台式啊，木镜線界松本語界，木鏡界三弦樂器，做了一張當好一隻開創。咁講用班按到睇落，講到牽涉，我大家享受極大的快樂嗎？又係乜嘅意思呢？用客話嚟講，揭落又係陀螺揭落嘅。揭落世界，極端的音樂都在這個意涵裡面，全部可能有蠻想了兩件事。哦，揭落嘅落也用英講嘅木詩篇，啊，青剛櫟的那個櫟字，木樂。其實佢係輕重啦，係講揭落嘅其實硬係輕重。係係，佢前描寫青木镜先生，佢雖然大部分時間看唔到，佢細細嘅時間，學電影時咧，佢是按到啲色彩，佢也是看到人，是看到牆色的牆山，然後呢度是看過。不過佢差唔多3歲時間像作秀哈，啥木珠啥秀牌的，以後是看唔到咧。佢有擺人愛聊天的時候講到，有隻揭落子弟山當手當結的個東西，我就在講哦，台灣爬8個種那種東西，啊，那個蝌蚪科，雖然伊細像是火把新聞念到個字哈，那來按照師傅都改為啊，東隻孔啊，個向前棍啊。簽落去啊，攞那幾個景點，哦，聲音是哪個來教？哪個做？看萬一跌下橋，殺跌落去哦，哦，萬一橫睇嗰隻樹，就樹啲隻下橋嘅嘢，係，哦，想啊，下睇得好美，你可以是不打起落，當然打起落，嗰種是打起落，全部的苗片要比賽，啊，比賽，聲音到腦嘅跌啦。有啲上小嘅人生思想嘅揭落啲嘅轉，啊，因為有隻慣性，啊，你走馬條路時啊，緊啲，跌到真正冇限嘅時，兩腳是唔會搭梯，除非佢出國比賽等等嚇。按到尾來揭落天鐵，咁咪時間到佢一天咪停下來，咁咪你休息就係。轉換人係一種心情個冇重要嘅想法，也有可能，也因為一跌是跌到生命結束，啊，唔是聽過，唔是想講，嗌做乜嘢跌，是安尼討論人生嘅問題。問題家做得其實有深度思考嘅空間吼，可以自家你下清空用半年，想用半年來解釋你嘅。人生的套路哈，從我看到了專輯嘅負面設計哈，你係一個意象嘛？負面設計，所以你看到了 MV 哈，你畫面看，你從一隻山窿，不過輕嘅了，頭腦後背哈，後腦勺，有安嘅路徑一片黑，有像通到你嘅想法，有亮光，有巧思，啊，你係設計其實咪係應該意到背上嚟講吧？係啊，音色啊不過，像音樂設計啊，像因嘅火車差來咧，啊時間都差唔少，哦，因為已經過咁多年，後期啊，你經驗發現路渣啊，根本走睇意思，我想音色是按某個唱。啊，因為同寫、獻詩、
有诶好诶东西。有人上茶，有人下茶。不过在歌唱当中，你真实是做得看到这样嘅风景。所以像头摆嘅事情都去了。按上來，按多年啦哈，像我第一擺看到阿土哥，連阿彌夫，當詞人在進湖的時候，我想哇，你阿感人像仙人共用。到你下看你一路以來哈，做音樂嘅堅持哈，呢種快樂，其實喺音樂當中聽到情到想法，而且是大的編制，能夠有講一種單純嘅心情。當然你擺做專輯，也花一段時間嚟嘅想用慢音來做冇同樣嘅表現，單錄音到完成為止，應該超過有半年，超過半年，超過半年哦，應講後年未啦，揾一年強聲音強出來，強聲音還唔容易，做音樂咪都冇容易啊，而且當然強下嗰隻團出來完成。好，所以大家要做得聽到咧揭落嘅音樂嗬，係咪想嚟睇下到了解佢地圖嘅故事呢？請大家聊一下，繼續到咗呢，同阿土哥來分享哦。歡迎所有好朋友轉到富喜來咧，我係 Rita 牛天。今日喺節目當中呢，邀請到阿土哥來到節目當中分享佢最新嘅創作專輯《揭落》哦。頭先呢看到咧 MV， 聽到阿土哥分享咪講到老木正線嘅情感嗬，與感同嗬，再次來分享阿土哥。阿土哥，我那年咧嗬，想啲看書強樣。呢一本係啲幾隻專輯嗬，啲音樂 CD 用啲後背。好，還有啲幾隻啲專輯，其實佢係啲文字，像一本書強樣，佢有創作嘅原因，哈，歌曲創作的緣起，又有歌詞，韓國歌詞吼，有翻譯啦，有日本話啦，有英文啦，對客家，用嚟發很多嘅信息，係，真是易用性。因為我發現啲也有國外嘅朋友哈，喜歡愛歌，我就做翻譯，高本啲發行嘅公司佢哋攞過，其他國家也有很多銷路嘅店，嗬，同銷到講係世界，唔啲世界咪叫漲唔對。是多冇全世界國家嘛，所以呢啲每年本大家是做得看嘅，看嘅是很難去咪了解。翻譯嘅部分，我媽媽要讓我聽書翻譯本來。哦，因為安強，媽媽你下超過90歲咧。都好90。咁你出功課本機哦。係啊，我想到阿媽生氣啊，因為寫嘅時間啊，太難啦，好搞啊，嚇，所以唔記得寫功課，我每次看到我走上這話，喂，功課寫嗎？寫好嗎？安穩要哦。喊你阿伯翻譯高本機日本嘅時間，我就打電話啦，媽，你功課寫好嗎？我幫我做一記。很快樂哦，很快樂。係啊，媽媽係做日本嘅翻譯，佢要會講客話，要精通日本話，咁讀好咧翻譯最好。係出隻客家話翻譯日本話。因為做翻譯時對啲語言係當精通嘅，咁樣做得落啲意思，好信達雅，全部係表現出來。所以你地圖還要讓媽媽共通嘅關係，嘅情感還蠻冇共用呢。好，所以你專輯地圖我看到團出嘅運動多，像幾隻美術嘅設計啊，然後幾隻嘅啲完成啊，還有讓你嘅喵喵係啊。鳥啊！你不開獵豹？唔係啊，你我心肝都想嗬，你啊
CD 的实體的市場哈，唔係講真好，加條鳥可能吼，石鳥賣嘅 CD， 很高級哦。所以喺呢音樂當吼，剛剛講到其實呢種專輯係花了半年的時間，真實落製作去，冇變講偷錢去寫歌啦、等等啦，哦，係，完全進入製作去。係製作去是差唔多花了半年。半年呢算有段時間哦。用半年，有嘅歌曲冇滿意，10個6係嗎？有大部分係算起來還蠻順，但係因為按照細節哈，detail 非常多，是會拖下幾個時間。因啲錄音係1000加1000哈，很多軌去鋪陳出來。因為錄音師嘅要求也好，按照規模哈，佢要求個都非常好，故所做呢個時間是拖下長。哦，所以係錄音師嘅模模糊糊，唔係你是做嘅，咁幾係冇？應講常常話好咧。用做唔得嘅計技嚇，冇唱好唱加拜啊！梗係你嘅好朋友哦，因為愛用你蔡旭峰老師係嘛，梗你係你嘅老戰友咧，好，所以梗係佢對你有期待，咪有要求。你唱上次你自己唱嘅時間，啲錄音室地度嗬，你自己唔啲，唱嘅時間感覺唱到一號樣，我出來彈哦。該用愛用嘅，小口有得歪啊，這個跳一下還那好。樣係咁講嗬，希望佢讓你地利哦。個時間咪拖下長啲。哦，剛剛看地圖誒，10條歌曲哦，嗬，想聽一條曲咯，就聽一條喊小法，我就一般都係咁講，因為喊小嘛，這種客家父母，後嚟要向每個法，舌頭做衰咧，後嚟咪是性格細好，還點情下來，你係你到家婆嘅故事啊？係，家婆。可能我哋外孫啦嗬，以前啲關係喺度養我嘅時間，叫做暖水。成日入門嗬，衫褲脫脫，衫又洗，人又洗，叫佢準備衫褲，然後就着好啦。安想你的喎？唔係，你裝下成日係出汗酸咗。你寫長啦啦，我唔該啦。洗好讓看人嘅手去。按到無湯選有條喊小法叫雜很出皮，細些2、3歲是，喊小法很香哦，就將金皮，應該家婆咪一類병嚟了未，雜幾類哈，用洗盤哈，拿到宣灶面前，謹宣，還記得了到狗腸，我說。到台灣已經看到喊小法，所以想到哎呦，去追做一些家婆，雜啲法本來皮，那種情感是連轉來。係，咁家婆上來咪係浪漫感應，因為撈一類法表你，你講當安夾定。係。嚇，因為你可能排誰是講皮皮啊，也表你不卡，佢話安夾定。係。嚇，以為生法，啊本意幾多厲害，所以一當到前到去歌曲嗬。喺地圖嘅曲風後面，老了解幾隻音樂嘅編輯有關係，有嘅跟人哋獻樂，下抒情嘅，有嘅是有打擊嘅感覺。好，同大家分享一下，哪條歌？其實歌我睇睇係，你就安排係嘅，一笑一浪。哦。你注意下，就挑戰，冇講幾條全部浪嘅歌，就係下冇鬧熱嘅歌，就。隔年來，本大家係聽覺緊轉彎，幾有新鮮感，有新鮮感。好，所以我其實第一看下太平洋嘅風嘅時間，我當喜歡。我靠着太平洋，靠乜嘅？靠山會到嘛？靠山會到添嘛？靠人嘅時人嗬，咪變古變怪哈，也程度變化，我有報嘅時候，香港來辦起
太平洋巡头哈，花莲交朋友的为首是建立呀工作室，这样是这个当快乐，应该是别当下几件事，靠人。靠人鸟人鸟靠山山岛，靠太平洋最好。我靠，靠太平洋，不是骂人。有一种动乐显现法的感觉。哎呀，这边原住民很多乐天快乐。当日是的酒哈，放到肉欢喜一些是行业跳舞哦，里头一快乐。系啊，你歌曲当中咪特别安排咧南五起床，特别有设计安样嘅，应该有特别嘅意思吧？算阿蛮特别，因为我想到那种嘅起唱嘅感觉哈，你要唱，随着都唱嘅哈，像是因为不听后不有听嘅因为。心诉心对嘅感觉。一种跳舞来讲，该应该係一種倫巴嘅嗰種嘅送音舞嘅感覺，送音舞嘅嗰種感覺，所以故所設計咧，啲邊有按照車場強下唱。美意浪漫呢。有和諧的感覺啦。我只有你越來越浪漫，用唔按用嘅。喺音樂當中表現出嚟哈，除了音樂編排，然後佢地圖嘅故事哈，透過你喺生活當中哈不斷嘅寫歌曲，然後感覺寫落寫應該到情感表現嘅歌詞，然後歌詞譜曲變成一條一條嘅好歌，呢係一直以來喺做嘅事情啦。係。所以呢樣就得談到好歌曲噶。點解下你請大家練好差，介紹進到呼起來談了阿滔哥來分享哦。大家進到呼起來咧 ，Rita 根本嘅當歡喜，因為呢看到聽到阿滔哥嘅最新嘅專輯和劇咯，又按到感動應該應付香港故事，第二種專輯地度，愛好好同大家分享。再次嚟歡迎阿滔哥，阿滔哥好，阿滔哥，你嘅節目有快問快答。有安尼東西。有快問，也是假如讓你打嘴鼓啦，讓人生你生命當中嘅故事到音樂，要得你所有嘅觀眾朋友，大家都有興趣，是假如咁樣做得認識，好嗎？看係咪跳慢麼？牛年到嘅，還慢的。好，請問你哋做音樂嗬，按叫其實你同時你咪彈琴到音樂，你有乜嘅當喜歡嘅樂團又係歌手嗎？歌手來講當學彈老歌手按到 Nat King Cole 嘅歌，我咪好彈嘅歌，我當喜歡。咁你係有搖滾嘅精神咯？聊爵士啊，搖滾啊，民謠啊，全部做得。係好，咁係講我推薦大家彈樂團呢。樂團係我梗係前多咯，梗係講咩事？樂團哦，我去到譬如講搖滾的 Queen 啊，咩 Hello 嘅，經典，你講經典。經典。所以呢都係當呢係搖滾嘅部分，做啲了解一下。做啲了解一下，大家會要記得是係青龍頭滔哥，呢是係永遠最喜歡嘅，啱做得嘛？啱個係講地片上是冇寫歌曲，冇留意嘅時節，冇表演嘅時節，你好做乜嘅呢？我當學台自然嘅法通，比如講去溯溪，去釣魚啊，去海巡釣，海巡上，嗰度航海巡嘅沙灘啊、礁石啊，呢啲。你看自家，你上面係你自家來貼石鼓、鋪路、
哦，係石鼓我非常有興趣咯，落去結槍啦，結呢度。結槍哦。又係鋪地板呢度。哦。那個擋土牆。佢自己種咗花草草。種菜梗係風菜，讓種落去冇意叫。啊，你有自己嘅快樂農場係冇？蝸牛農場。蝸牛。而且都是春的樣嘅，都是差唔多。快樂，所以你懂下啲生態嘅東西，太自然嘅東西。就呢一種係正經嘅接觸生命，也對對我嚟講係有sense，有sense。一切依然冇改變吼。係，我學校都非式嘅生法，學校種下。哦，學校種下太自然。係。你一像本來轉動我細時節聽人家講阿婆，記得去天都，我哋是丟記得立下去嘅腳趾。空啊。係，嗰時聽人記得講，啲天星。啊，韓國啲啲好白，頭白還有韓呢啊，哈公啊，其實都見愛你啊啲都會生發吼，你還不是當翻譯。哦，你啊大家有機會轉去。有，大家咩當學去錄音，你啊當時行係錄音有冇？啊，錄音係。係啊，我去錄音嘅時節，我就感覺喲，其實我始終愛專心做蘿蔔啲嘅鍋湯吼，嗰是一種錄音嘅感覺。係。其實是安尼細生法，都會已經可能冇埋機會講正經落到種下要安嘅生法，所以記得知道錄音嘅時節啊，好放鬆哦，接觸大自然又蟲鳴鳥叫，唔過係講進到蘿蔔是要安嘅感覺。係啊，空氣有冇空調？貴家按照光線大概。很多嘅聲音冇重要，心情變化，心情也變係，是都冇重要。像我個外婆82歲，我不時轉去看佢哋，一轉去我就想，呢空氣是冇重要，個風吹來，個葉要沙滾，都係差嘅上啊，嗰是差別情態。你睇安尼寫作品有動態關係嗬？當然，我知道，我部分我。寫音樂寫歌嘅時間，一定係唔會有任何嘅聲音。當點嘅按部頭，上個晚人嘅學校寫歌。哦。人家早睡，差唔多8、9點開始睡。睡到2、3點冇醒。醒起來嘅差唔多有2、3點鐘嘅時間，聽到非常清楚是在寫東西，唔會有人吵啊。係，安樣當嗬。時間唔係團體，所以去寫。所以對創作來講，嗬，你問我一種問題，Rita 仲想問，對創作來講，嗬，你嘅咧習慣，家講到早睡早起，點前嘅時間啦，嗬，所以鼓勵大家真係愛寫一項東西，家講到唔係團體係嘛？唔係團體，你石頭思維非常容易笨。垃垃雜雜嘅事情打斷起，都唔係歡心。一下有天發咯，一下慢音就清，一下有聲音就讓慢音就處理。你講啱嗬，開始愛用你，係哦。你心心是唔會專心做一件事情，那因為寫作寫歌你都一定要專心。最好嘅方法是係上個半日冇人吵嘅時間嚟辦事。係。好，接下來盡量早睡，相信你石頭嗬，你講石頭早睇，成日種嗬，真正愛睡些，幾多睡，我咪做得睡咧嗬，佢真正是冇甜咧，冇甜是往下去是睡嘅，公主打可能以為冇限咧，好，我鼓勵自家，你做專業嘅時節，家講呢種專業嘅法醫衝嘅時間，不以前都。做專業最爽快嘅事情係乜嘅？最艱苦嘅事情又係乜嘅？我知道啲歌唱嗬，全部有咧，苦嘅結果後來沒甜嘅，你熬過去了啊！我應該講，苦嘅災難全部會過去。
時間到佢就會過去。像你的天公以前當午當暗，當艱苦啊，唔得天公，但天公世界幾秒鐘是開始講嘅，伊也冇法度回頭變暗嘅，其實會變天公。阿透哥給你動勵志。變心靈歌手咧，講了實在啦吼，佮講你講釣一下事情是否按向前行，其實台詞越按用人，人生係講上是你上開到啊吼，所以咪係按用。冇問題啊，上開到你係致富，你係學問咧，呢樣簡單冇。潤下是過去嘅，重點係潤來係冇，我愛其他。潤下，壓抑呀。哦，是係按用人做正事未係啦，嗬，最尾看到呢正事，安讚，嗬，真是看到咩都皮到嗬，還有感覺阿家婆嘅喊笑法，嗰時又加起來呢，又媽媽嘅參與，梗係講所有嘅朋友嗬，上來來，就是你的套友啦，啊套哥嘅朋友啦，上來來買，上來來談嘅多，做得啲哪位呢？那個網絡平台應該全部有，全部有哈，各大的數位平台，也係講沒有人做得買到實體專輯嘅地方，全部做得買得到。好，咁呢下大家問問講，我上愛慶幸，每隔兩天時我看到阿土哥，咁要規劃最是內列嘅音樂會，得。要按樣先按算啊，就差唔多應該係春天以後啦，因為也疫情的問題卡，安全咧吼，危險去高鐵，將來拍，所以請大家密切來 follow，請用到阿土哥嘅粉絲專頁，當然是有自信啦吼。而且最尾我邀請阿土哥本青島，像我呢啲做客家音樂嘅後生跳啊吼，有乜嘅鼓勵建議嗎？建議潤下，堅持下，係咪變美好呀？係，我覺得呢係一種累積啊，當然前度嘅人生嘅嗰種經驗嘅累積，應該見得更好，每生人全部強。好，收下來，阿土哥講，好好講，你都係好好講，相信會見來見好。你客家音樂、客家文化未強咗，再次希望阿土哥今日來分享劇樂，好好推薦俾大家。希望阿土哥，希望福氣來咧。希望所有嘅朋友來收看今日嘅節目，劇樂分享俾大家，等下邀請大家繼續聽你線上來做認同了，希望大家長來了。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，記得來你聽站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，韓國愛分享出去哦，希望大家。